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話：安老方面，主體嘅政策係居家安老為本，院舍照顧為後援。而家個社區照顧服務嘅市場發展呢係唔成熟嘅，即使係有能力負擔嘅長者咧，好多中產嘅長者咧，佢亦都有經濟能力都好啦，好難去購買所需嘅服務，以至到好多長者咧係不必要咁樣咧係過早入去院舍。社會福利署會喺今年9月咧，我哋推出首階段嘅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嘅試驗計劃。重點唔單止係方便啲長者咧，好靈活咁樣選用適合佢自己需要嘅服務咧，更深層嘅意義咧，就係藉住呢個計劃，我哋鼓勵唔同類型嘅服務提供者，包括一啲社會企業、社企咧，參與提供多元化嘅社區照顧服務。咁從而係促進我哋香港嘅銀髮市場嘅一個健康發展。當局會喺8個選定嘅地區發出唔多過1200張服務券，第一階段為期2年。針對本港僱員普遍工時過長，張建宗話由政府、僱主同僱員代表以及學者同社會人士組成嘅標準工時專責委員會3月底成立，跟進勞工處公佈嘅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。既然一個標準工時專責委員會一定係要全方位探討成個標準工時，我哋面對嗰個問題係咩嘢，路向乜嘢嘢？當然立法係其中一個我哋要考慮嘅一個選擇，所以委員會一定會觸及呢個立法嘅問題。第一樣嘢唔會迴避，一定會觸及。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話：目標喺第一季成立，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全面檢討醫管局運作嘅督導委員會，檢討範圍包括聯網管理、人力資源政策，以及每年俾醫管局嘅400多億公帑有冇空間改善資源效益。咁至於醫保計劃，高永文話考慮以退稅形式鼓勵中產人士買保險，多啲使用私營醫療服務，減輕公立醫院嘅壓力。目標喺今年內提出具體計劃諮詢公眾。咁當然拎咗出嚟之後，仲要諮詢，亦都唔排除呢可能要立法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呢，係需要時間嘅。但係我覺得呢，我係比較樂觀，有信心喺呢一屆政府嘅任期裏面係有機會係可以做得到。